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里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小鸡讲，将阮互关食，毋知是毋是咧搞我骗？这壁顶哪有一只龙？才阁有一物件，假使互电信真正甲将阮藏在遮，绝对无可能遮尔简单就互人发现，一定有啥物线索。将军一定伫咧内底。中去啊！雪姬啊雪姬，我早就料想着你绝对来，所以我已经设好款待在这里等你。迄阵你骗着我的模量绝灵烟，功力减少，有3个月是无摘掉回来。这敢若是我互你小小天开。你若是搁敢做出违背我的代志，看我前后你望安怎收煞你！雪姬，骗你就想要教我一段，倒等于修炼500年才搁讲。阿兄，你伫倒位？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是不是你？阿兄，你莫走，你等我啦！阿兄，阿兄，是你对无？你等我啦，阿兄！阿兄，阿兄，真正是你，你哪会不爱吵我？你是臭屁人哦！我有代志莫甲我救。阿兄，你哪会变到安尼？变到我拢无实在。你跋落去火阳潭了后，头一摆转来，一句话拢无，你就离开啊！第二摆转来，都讲你要成亲，结果你想要放三少年，你根本是咧欺骗人的感情。刷落来，你都无孝无信，你敢知影我甲阿娘有法相信？你对亲爱你的少年，对家己的阿娘甲小妹，拢遮尔无情无义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紧甲我讲，你紧甲我讲啦！阿英，阿英有甲你讲过，阿英是有苦衷甲无奈啊。什么苦衷，什么无奈？有什么代志会当互你爱情、亲情都无要管？有什么代志会当互你放下我甲阿娘，还佫有少年？阿兄，你安尼做敢是人？到底是什么代志，互你变甲遮尔无人性？我对有别人，毋捌这两人心过，现在咱忍受外英安尼骂，感觉是天生善良的一面咧作怪。外英，我袂当负恁之念，若真正是安尼，一定会影响到我日后所有的计划。我绝对袂当有这个代志发生。阿兄，你安尼敢对伊去好家的做做？你遮尔大情，敢讲你唔惊去甲你这法？
莫去讲啊！我要搁继续讲，我一定要甲你骂好清楚。你无血无目屎，你无良心、无天良、无感情。袂当去吞忍啊！绝对袂当去吞忍！你是正义的王，任何人拢会对你尊重，你绝对袂当互人爬起你的头壳顶。莫去讲啊！哎呀，你想要创啥？哎呀，我是你想要关系啊！哎呀，难讲你的生活已经变甲这尔浪荡，但我嘛想要退死。哎呀，你甲我放开！你甲我放开！放开！我绝对袂当忍心，袂当有天生的善良面的作怪。无天生甲妈祖交情遮尔好，以后无天生若面对妈祖的时阵，我都下手，那你代志就严重啊！为着我以后的计划，我应该大开杀戒，就算讲是家己亲生的小妹，嘛袂当放弃。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我根本被踹坏了！你给我放开啊！放开啊！你啊！哎呀！袂用的，我袂用安尼做。袂用是我小妹，我袂当家刣死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袂当遮尔丧尽天良，完全无人性。无论安怎，我拢袂当残害家己的小妹啊！想袂到你变个这尔浪荡，这尔残忍，你实在互我出心无？华英，你无了解安遐生活来痛苦，你袂了解。无对，我是无了解，因为你已经不是以前迄个幼孝尔，疼惜小妹阿兄好天使。我讨厌你，我永远不想要插你，我恨你。你对家己的小妹无法度下手，安尼我代替你做。想袂到遐变甲安尼，你竟然爱我的命，我恨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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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我都甲你讲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紧走啦，紧走！莫甲我。是我。妈祖婆，信女好事，今仔日特别来感谢你。真正我已经破病几啊天啊，相信一定是妈祖婆你的保庇，我才会当回来遮尔好。感谢妈祖婆，大慈大悲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尽量的做好事，来感谢妈祖婆的保庇。心里我还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求妈祖婆，我的查某囝外英，昨昏规暝拢无转来，请妈祖婆一定要保庇伊平安无代志。林公主，好夫人，外英昨带我去看你的时阵，你身体还阁真虚弱，是安怎？你今仔日气色哪会这么好？对啊，阿姆，你看起来哦，你真健康呢，真有精神哦。是啦，阿姆，是有食啥物仙丹妙药，毋着甲阮报一个。哪有啥物仙丹啊？昨我想要为眠床顶落来，都无法度咧。
是讲今仔早起起来，精神都变啊足好诶，敢说话白听拢无去啊，精神哦嘛比破病之前搁较好呢。我相信哦，这一定是妈祖婆有甲我保庇，所以今仔日就特别来感谢。何夫人，无安尼啦，你搁我甲你塞一粒面，看有需要补一下。多谢林公主。请。顶一摆，何夫人的面相明明都已经无望啊，是安怎今仔日摘伊的面？感觉伊上至少还阁会当活10年。敢讲是有人切火烧予伊？何夫人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毋知应该安怎甲你讲。我拄仔摘你的面相，你身体遐尼勇健。应该是有人下冤，伊的诚心感动天地，所以伊切火收予你。上至少，你还阁会当活10年。哦，有人切火烧冤哦。哦，啊，公主啊，安尼你看，什么人会切火烧冤嘛？一定是天生，一定是伊。其实，天生是一个真友好的囝。虽然讲伊最近做一寡代志，互人袂当了解，啊，毋过我相信伊对我的友好，还是甲较早共款。是讲这个戆囝，我都已经食到这份，晚餐嘛弄一半，较着需要伊切火收予我。伊天生目前的功力受惠，伊若是要切火收予何夫人，这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假算若真是安尼，表示天生还阁有善良的一面，安尼我就会当暂时放心啊。是讲阿姆，啊，那你家己一个人来拜拜，啊，观音无对你来啊？我嘛是为着这件代志，要来求妈祖无保庇。天生昨暗有转来看我，啊，毋过随着搁走啊。我因为着要约因阿兄，到即阵拢无消息。哎，阿姆，你莫紧张啦，啊，既然因嫌我爱做伙哦，就袂有啥物代志啦，吼。对啦，何夫人，假使我若找到月英，我来去甲你讲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先转来阮兜，我等你的消息，一起来拜托。妈祖保庇，顺家。妞妞，你一定是听过伊咧安慰何夫人的对无？切，你看你有够切的啦！你想看卖，哪有人去约家己的阿爷，约规暝规日拢无转来，对无？假使讲，那假使是天生切火收予何夫人，就代表讲伊还阁有善念。我应该趁这个时阵，赶紧来去甲伊考考。我说你袂用的，顶一道拄到迄个妖怪好天星哦，迄是我福气呢，毋则拍动手骨颠倒用。但是我惊若阁拄着，恐惊含我的命都叫收了。叫你惊着。这个火烧生做袂歹嘛。我试过遐尔济查甫人，就是毋捌试过火烧。今嘛，我就要来试看卖。高水耶，我叫做姚娇，你叫啥物名？阿弥陀佛，名称叫做空空。空空？你哪会遮趣味啊？哪有人讲家己空空啊？不，我是法号空空，但是我人无空空。这个空就是不空，不空就是空。人若叫我空空，万事就拢会通啊！我感觉你这特别的呢。你甲别个火烧拢无共款呢。
阿弥陀佛，这位姑娘，你拜托，你莫讲我是毋是出家人，吼，迄男甲女本来就授受不亲啊，你规个人安尼屁话，万本来叫我看到，我后摆也是要安怎做人，做出家人。吼，你嘛较拜托咧，我姑娘啊呢，我都无你惊，你是咧惊啥？哦，我知影，除非你毋是查甫人。那我就真正袂堪气哦！我跟你讲，你应该讲我毋是出家人，应该讲我毋是人，你别讲我毋是查甫人，为着男性的尊严。好，我甲你拼，看你要安怎算，我赔。来，这是你讲的哦。来，就快快。安怎啊？你惊哦？好来。创啥？摕去洗洗啊！啊，洗洗。我看到一领衫尔，你甲我听着我要穿啥？奇怪，我即招对别的查甫人拢真有效，是安怎来到将军府都无效？嘿，姑娘啊，拄则是你出手的哦，来，即摆学我先啊，来，你是要安怎？目睭磕磕。你哪有啥物问题？哦，我足介意的咧，今日啊，搁来啊！原来你有功夫哦，我上介意有功夫的查甫人啊！啥款？安尼我是毋是有气魄的查甫人？我感觉你真正是正港的男子汉。这位，你哪会吵啥？哦，你这个臭花秀，光头白日的时阵，你甲我谈只喜人姑娘啊？不，无，佮讲无？你看你的衫，衫拢无穿啊，佮讲无？我这衫是因为我紧放开来，紧放开啊！我带你做妖秀的兄啊，你用安尼做，你干嘛给我跌？兄啊！好啊，你佮谈只甲喜人姑娘啊？你敢是毋是花秀啊？拜托，你莫想，你已经像你汉草这么粗吼，你若是受气就到底，迄花吼会软入去脑门内底，万不你若动脑筋，你就是上够衰啦。我安怎？上讨厌人讲我的身材。我刚刚讲汉草尔。你敢讲？你两个即马到底是咧刮倒一出的？我哪会拢看无？要冤哦，去别位冤啊！莫伫咧遮吵我的饭。走！你点点，这是我介意的代志。你刚才讲。即马讲。唉，今仔日哪会遮尔啊衰啦？真无简单，才诱拐到一个回心，结果煞去互迄个大颗查某骗去，真正是要气死人。大哥讲的哦，我靠有一个林公主要找何公主。林公主，我知影，你先落去。林公主，既然叫公主，应该嘛是一个缘投的。走一个回收，搁来一个缘投的，安尼嘛好啦。你就是林公主。是。我是想要找何天生。何公主伊无伫的。多谢。林公主，这个林公主生甲遮尔缘投，又搁遮尔飘骗，我已经真久无试过这味的，已经到嘴了吧？我哪有可能还走去？
奇怪，哪会雄雄无去啊？姑娘，你咧找我啥？敢有需要我斗相共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我拄来到百洲，无亲无情。虽然讲我即马暂时住伫咧将军府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将军对我有意思。你是讲大将军对你有意思？是啊，我想要走，嘛毋知要走去倒。公主，你看起来是好人，毋知影公主是毋是会当甲我斗相共啊？姑娘，我住的所在食真简单，住嘛无讲真舒适。假使你若无去嫌，会用暂时来去遐住一站。真实的哦，多谢公主。我毋免食好，嘛免住好，若是有一嘴饭互我食，袂去枵着就好啊。姑娘，对我来。你有要紧无？林公主，我这几天拢无食啥物物件，又搁徛遮尔暗的路，我身体袂堪的啦。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歹势啦。我住的所在已经到了，你敢有在条行？我有在条行。这位公主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嘛是我介意的啦。我就点买妈祖。要去妈祖庙？哎呀啦，若是我的母卡做出来，迄是要安怎？姑娘，你伫咧想啥？咱毋行。公主，我是想讲，我要去你遐住，总是爱带一寡物件，无我即马转来摕吼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哎呦，这，慢走！公主啊，阮顶个拄着迄尾车就是这尾啦。我早就知影，伊伫咧将军府出入，一定甲雪姬天生有关系。你甲对调，凡事会当找到原因。是。望眼像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。真无简单，才甲你抓着，哪有可能安尼就放你转去？你想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你敢毋知影你迄个该死的大兄对我有够酷？这口碗，我无法度向你讨，只好掠你来拄笑。我阿兄？无毋对。等下，我会好好甲你款待，好好甲你认。等我气若消，我马上送你去银州地府纪念路。你若要怪，你怪恁阿囝，唔通怪我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你上好，莫叫我来来，啊若无，我阿兄绝对袂帮你耍。你即摆伫咧我的手中，我要互你死，还是互你活，拢伫咧我的一念之间。伊阁会当对我安怎？既然因阿兄是灵王转世，安尼我就派一寡小龙来甲伊做伴。莫开
伤等的哦，搁有搁较澎湃，你豆豆享受哈。好天是，我一定要互你这世人遗憾。哼，是要跟踪我？好，看我安怎甲恁创治。并毋知咱安尼甲对，带咱踅来踅去踅街，是咧比啥吧？好当时啊，拢是看到鸟在耍鸟鼠，这只鸟鼠敢敢来戏人，哎呦！唔做问题，再来看卖。入去客栈。有人请你是咧惊啥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哪会遮热啦？哇，够热的啦！哪会安尼啦？姑娘，这。哎呦喂呀！这，来。多谢呢。多谢哦。啊，点小李，给我一杯茶好。哦，我来了。哎呀，那狐狸才搁咧放饲料啊！唔知比啥吧，坐看。请。对啊，什么？有人欺负我。哈？有人欺负你？啥么人叫你？我等你出去。都迄两个欺负我这个查某囡仔。啊？因两个敢欺负你？哦。呀，过来。喂！你两个啊，你敢欺负迄个水族娘啊？讲啊，谁哪有欺负你？对啊。无啦，恁误会啦！我唔熟悉，我是要甲欺负人，恁误会啊啦！误会？我看一十回来讲。恁真正误会，我都唔知。啊无大家抽一下签，问看卖啦。哦，你我真笑你！真笑！太无怕。卖动手，阮就真正甲伊无熟悉嘛。要若无，你问伊啊。人嘞？哪会无怕？我刚才到你家呢。人走掉。我等下。你两个在这？哦。跟我说，小弟哥，千里眼顺风你，娘娘，赶紧来去救外英。是。娘娘，这是太上老君的传书，叫咱袂用去救外英。啊？袂晓救外英？啥袂晓救？顶面写讲，何外英永受记志，这是天命，你定切莫违言。哪有可能？这哪有可能？外英这么少年，哪会当安尼就死去？对啊，安尼对足无公平呢。太上老君伫咧讲，其实何外英敢若剩10年的岁数，也毋过伊有效，祈求上苍会当互伊切血受痕安尼。即摆玉帝已经答应了，所以今仔日一定要遭受坏好哩。竟然是外英切的血受。错，
我嘛是以为是何天生用伊的魔力来摧毁修魂安尔，真是想袂到，想袂到是月英做。哪会当安尼？哪会当安尼？月英是这么友好一个查囡仔，哪会当安尼就死去？千里，局地已经答应月英的要求，所以月英剩的10年寿命，自然爱用收倒转去。杨姑娘娘啊，既然月英敢若剩10年的岁寿，玉帝是要答应将伊的岁寿切落何夫人。啊，本来何夫人要死，即马月英死，共款来死一个啊。对啊，娘娘。好啊，你拢免搁再讲，这是玉帝的指示，你袂用违背旨意，千万唔通搁自作主张，知影无？我来这是要做啥？你话讲莫大声无好，你伤这大风高野话，敢有人会来？救我！救我！行。救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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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要创啥？明年的今仔日，就是你做鸡的日子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害我，我不想要死。我阿娘，搁等我回去，我拜托你。回去？你是落去？我拜托你，差结婚你，你放我走，你放我走，我会甘给你一世的。你莫害我，你莫害我，我会甘给你一世的，我拜托你。伤慢啊！谁叫你是何天生的伤？算你歹运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害我。望眼手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好。谁叫你是何天生的伤运？算你歹运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害我！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！我拜托你！我拜托你！我不想要死！我不想要死！我不想要死！完啊，免着急，搁无偌久，我就送你去纪念咯。你是个歹查甫，绝对袂有后悔。就算我做鬼，我袂放你煞。阿英，若知影我予你害死，一定会替我报仇。报仇？规日你连伊就要死啊！到时谁要对付谁，也阁唔知咧。你别好了，不会不放心，你搞不落，你的生活你好搞无去，你一定会有报应。你。
阿母，你免紧张啊，偷偷行。怪影个性吼，虽然较生咧嫌强啊，啊，毋过伊人真古锥也真巧，伊袂发生啥物代志的啦。吼。是安尼啦。对啦，外英饭菜可能拢煮好咧等你后，偷偷行啦，嘿啦。我是来看到伊本人，我才会放心的。是安那啦？卡闹着啊啦！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啊！哎呦喂，哎呀，歹势，我休困一下。看袂啊，今日树哪会死哦？哦，看到袂？规个咧野涂骹呢。嘿啊！哦，听讲我大地水走影，我惊着，添错了呢。喂啊！我紧张等去啊！来恐怖！紧走。顺风诶，这敢毋甲怪影有关系？有可能哦。无得到是天公伯啊，跳过去要互咱知影这个消息。我毋知咧暗示咱，咱会当去救怪影啊！怪影啊！慢点，怪影啊！慢点。阿姨，敢毋是讲，你敢毋是甲我讲，外英伫咧厝诶，伊是走倒去啊？无啦，就是。那你？嘿，阿嬷。奇怪，照头拄迄人讲的，应该伫这附近才对啊。你敢毋是要找外英？你带我来厝哪要创啥啦？阿姐，嘿，紧张，来边看嘛。来，咱过来看卖啦。我听到有人鱼肉在转过，千里，紧看卖。你是创啥啦？无啥物代志，小等者。我看到怪影伫咧头前。啊！咱要进来去。到底是啥？你啥？外英！外英，你别个死！外英！安尼是变怎啦？真安尼袂有啦，阿母嘅，阿母，起来！快走起来，外英！你给我，俺说叫我。怪影！外英！想看你还干的，外英，你紧清醒啊，外英！怪影已经无开了。外英，你别个死！外英，你别个死！阿妈，原来这是一场迷茫，外英无代志。夫人，你真辛苦。你来坐下。我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外英，我外英伊无死着，伊只是问伊着无？你甲我讲啊，我外英去倒位？夫人啊，外英伫咧大厅。我要去看伊，夫人，生气！夫人生气！我要去看伊。夫人啊！我要去看。天哪！外英，
英，你哪里会惊呢？我英，你跟清醒啊！我英，你跟我英。 我心肝惊，天公地啊！我啥命你跟真心啊？观音大师，莲友下凡，毋若无法度度化正好灵王，连众生我都拢无法度救度。我愧对玉帝，愧对观音大师交代的重任。也毋过看到无辜的秀莲。 阿义婿，还阁有月英，因的心肝拢遐尼善良，竟然爱承受遐尼济痛苦甲折磨。虽然有因必有果，这是因爱受持的果业，但是我真是袂忍心。 看从小受这款的磨练，溜溜，观音这么友好，又这么少年，是安怎？会要去活台，死到这么凄惨？建议啊，莫阁讲啊啦！你无看到娘娘在艰苦上。 娘娘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我一定会找到凶手，袂让这个凶手逍遥法外。月英是对天生出梦的，这件代志，敢讲甲天生有关系？恁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月英是安怎死？月英死啊！你讲啥？你讲月英死啊？这哪有可能？月英上去跟我做伙，要哪有可能死啊？你跟你解释！昨月英走出找了后，就继续害死。甲讲这件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你。 出手！公主，月英是安怎死的？月英死了有够凄惨的啦，伊是娃娃去用逮死的啦。无可能，这无可能啊！你讲月英甲我讲话讲完了。 我俩主公已经等你到厝呀，这要哪有可能？月英无可能死的啊！天生，你已经离开何家，即摆恁小妹阁当着这款不幸，你那样的心情，你应该当体会。你坦白讲，月英死，甲你敢有关系？我该安怎心怀手啦？ 该安怎残忍？我嘛无可能杀死我家己小妹。若毋是你做出互恁家人无谅解的代志，你讲月英嘛要对出去啊？毋是你杀，嘛甲你有关系？月英，像这样好大胆甲杀你，像这样好大胆甲杀我小妹。 我知影谁是凶手，我绝对要甲碎尸万段。
英是不得超生。哎，我英，不是正好令我害死。安尼，会是啥害事？你若出来，你唔记要关心。阿姨师，秀英，多谢你，真心对你做出这尔无情无义的代志，已经无计较，佮这尔好心，替我英办后事，实在是对你真歹势。我甲先生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你就莫阁提起啊。啊，若是外因，我一直将外因当作是家己的兄妹同款。伊悄悄离开，我目睭唔甘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是阮天生无这福气，亲像你这尔好的查某囡仔，伊袂晓珍惜，所以追求荣华富贵。我实在是对因袂晓囝感觉足歹势。何夫人，过去的就好过去啊，莫搁囥伫咧心肝内。你嘛莫感觉讲对不起我。搁再讲，咱无需要因为结无成亲情，煞来变成冤仇人啦。虽然咱无法度结成亲情，也毋过朋友之间互相照顾，这嘛是理所当然的啊。阿姨师，多谢，真多谢。何夫人，你莫遮尔客气啊！唉，即摆上个重要的，就是你要甲心情放好开，甲家己的身体顾好，莫互外英在天之灵，因为看心煞无甘离开啊！吼。外英。你倒来创啥？你给我出去！阿娘，我无这次叫做你阿娘。阿娘，阿娘，你看看去，你卖我！你给我出去！阿娘，听讲外英过身啊，我想讲我回来拜谢外英。唔免，我已经无需要你这款无良心的人来拜。你给我出去！阿娘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阿娘，出去，出去，我不会看到你。我请你激动，提姐，你甲秀莲的代志，我会用暂时放一边。也毋过即摆外英已经死啊，你若当咧悲伤，你若伫咧遮，会互恁阿娘更较艰苦。敢讲，你要互恁阿娘更较伤心是？你紧走啦！阿娘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外英。你想我对不起外英，就会当换做倒来是？就算讲你讲100遍、10000遍，也无法度弥补你所做的代志。你即摆就给我出去！你即摆就给我出去！我无爱你看到你，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我无爱看到你，我无你。阿娘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阿娘，出去！阿娘，你出去！你莫请你激动啊！提示，我看你就先走啊。等下我要结束个问题，你才来看外英。哥，外英是安怎死的？外英，什么安怎死的？你是在讲啥？你莫甲我讲这件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
什么原因死啊？我真正唔知。是毋是你害死我英的？我什么拢唔知啦！你是安怎要害死我英？我无，唔是我。这件代志，我真正唔知影。我因是你的兄弟，甲我无冤无仇，我哪会害伊？真正是你，真正唔是我。天生，你着要娶回恁，咱真紧就是一家伙啊！虽然咱之前有一寡误会，啊，毋过即摆拢已经化解。原因是你的伤害，咱嘛算是有亲情关系，我哪有可能去害死伊啦？我英的死，我绝对会调查清楚。若我知影是你害死我英的，我绝对要甲你碎尸万段。毋是我无，你真正误会我啦！我误会你，煞记，人咧讲最毒妇人心，亲像你这种人，我英的死若真正甲你有关系，我何天生绝对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你真正冤枉我！对不？我敢有叫你讲话？我跟你讲，我真心情足歹哦，去传一罐酒菜，然后叫秀琪、姚娇来大厅陪我啉烧酒。先咱才会歹看。来啦，咱跟你妈啦。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有阵咧啉酒，啉伤济，拍歹身体的呢。拜你妈啦，来啦。哎，小姐，司仪。何公主，你有啥物心事就讲出来，含小姐分担吗？你安尼家己啉酒，拍歹身体，莫讲，安尼愈啉愈有罪啦。 我为个小妹死啊！我应死啊！你知无？我伊死啊！我伊哪有可能死啊？我伊刚看伊，伊阁好好啊！小姐，我可袂用我你的死来跟你鬼死笑啊！我伊哪样就死去啊！是我知影谁害死我呀！ 对要甲碎尸万段，对要替外因报仇。喂，天生，外英，是阿爷对不起你，是阿爷把你害死的，阿爷对不起你。天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莫艰苦啊啦。外英。 阿爷敢无应该甲你等下做我走，是阿爷甲你害死，阿爷对不起。天生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你了解啥？你安怎？何公主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阮小姐？你到底是了解啥？你敢会当了解？阮阿娘是安怎疼惜外英的？ 你根本就无手掌，你敢会当了解？我这个做阿兄是安怎疼惜我的小妹？你这大将军的千金，你敢会当了解？这人世间到底是偌艰苦？你到底了解啥？
你是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何公主，你是啉酒醉啊？讲话才无站站，赶紧给阮小姐回去嘞！你点去！你若是搁加讲一句话，我绝对让你变下狗。天生，我知影你生活得足艰苦的，啊，毋过我拜托你莫安尼好无？我从来冇看过你安尼，我看到你安尼，我会足惊的呢。你是惊啥？你到底是惊啥？我是你未来翁婿，你是咧惊啥？啊？卖叫我！弄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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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啊！出去！出去！要唔进去？哎呦，公主，啥物代志遐尼生气啦？气甲安尼咯。若是恁两个较捌代志，无亲像拄则迄个插头，呀，不要啉酒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你遮坐哦。你哦。莫生气啦，你摆身体无好呢。既然遮无我的代志，我有淡薄仔忝，先入去休困。来啦，你小厝啦，公主。二公主，你姊妹仔两个哦，袂啉烧酒，你莫阁生气啊吼。较笑的啦，食一块。哦。好食无？无食，我袂生气。小姐，你莫生气啊啦！你何公主啉酒醉啊？你有莫把伊话当作真的啊？哎呦，小姐，莫伤心啊啦！你嘛知影何公主吼对永春啊足疼伊的原因啊？啊，即摆雄雄过身去，伊当然嘛艰苦，安尼发脾气嘛正常啦。吼，我嘛知伊是来艰苦啊，啊，毋过我是好意呢，伊哪会当讲我无安念知伊的心情？我对伊遐尼好，伊哪对我遮尼歹啊？小姐啊，何公主最近的脾气吼无稳定，啊，一下欢喜，一下生气，啊，你嘛知啊？你点点啊！你愈讲我心愈寒呢，你走啊！小姐。看胡天生安尼气喘喘，好佳哉，伊唔知影外因是安怎死。我若毋是为着要找将军的下落，那就踮喺遮，互你糟蹋。哼！遮伫我面前。红颜树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。像伫我面前。是我啦，是你。无你是看到鬼哦，遐紧张要创啥啦？你若伫遮？哎呦，啊你之前才讲过，谁阁袂记啊？啊你咪讲除了会面内房间以外，我要困倒一间拢会用的。我毋是阁有找一间房间要互你困啊？有啊，我有去巡过啊。啊，毋过吼差伤济啊，迄间啊，即间比起来，袂输敢若大富翁比鸡腿。嘿，你来看，
敢讲棉草背刀，你这死啊的呢？软心心，啊，搁骨溜骨溜，啊，你看棉床板下底铺棉草，困起来安尼软丝啊。尤其是哦，你看你这木材太高级了，换若困换若闻到迄个红豆杉的香味，嘿嘿。是讲哦，唯一有一个欠点，你房间敢有一个怪味呢？闻起来安尼湿湿啊吼，啊有一点仔臭腥味，敢若是迄叶仔肉，还是啥物肉的味？你敢会伫迄房间内底饲5毒啊？你邪有白讲啥？哦，我哪遮尔衰啊？伫咧外口互胡天星糟蹋，即马转来房间，搁拄着你这个小的，你，水甲我出去！干嘞，你真足听吼。第一，我敢若空尔，还袂到起笑的境界。第二，房间要互我困嘛是你讲，叫我出去嘛是你讲，啊你安尼反起反倒啊，有够无信用呢？你捌听古早人讲一句话，失言而肥。你若要继续安尼无信用落去吼，你的身材会用甲米芳的结拜。好啊，你唔出去先，安尼我出去。不啦，还袂讲煞，这世人哦，真正的哦，个性拢袂改。那要讲，伊也叫我莫讲。啊，我若唔讲时，伊搁叫我讲。啊，我若要出去，伊叫我莫出去。啊，我唔出去，伊叫我出去。啊，即摆家己搁出去啊。啊，吵甲无面兼生气。何公主，到底什么代志了？你遮尔生气，你唔得甲阮讲啊？对啊，何公主，你讲出来嘛。我甲恁讲，今仔日恁两个陪我啉烧酒着，啥物代志拢莫问，知无？知啊，那无咱来啉酒就好。来，烧酒啊！阿姨，你没对。我困袂去，出去行行的。困袂去。好，你竟然困袂去，你甲我帮我做倒米。会记的，莫甲我用法术。去。何公主，你莫生气啦。是啊，你莫生气，你若生气，阮姊妹仔就无爱陪你啉酒啊。对啊，讲来啦，咱继续啉。我莫生气，来。咱继续啉。咱继续。不准用魔法，安尼是要无甲当时？我毋是头壳歹，毋要趁你无伫的时阵偷偷用法术。喂，唔管你是空空也是断钱，你甲我起来。喂，你安尼出入入安尼嘻嘻叫我是要哪困啊？我即马足忝的，规身躯酸痛，想要休。我甲你拜托者，你去北京困好无？我嘛甲你拜托一下，迄北京遐细间，啊，搁咱臭面毛，当然无你这间的舒适啊。啊你讲要伫这间困，啊无你哪不爱去北京困？你明明知影自细汉我就足孤僻，困别人房间我困袂去啊。好，明春让你困，我坐咧困。嘿，啊，明春拢让你困啊，你唔困，啊，你推在遮是看啥哈？因为我感觉对你足歹势啊！你查某囝人坐喺遮困，啊，我查甫人倒咧眠床困，这伤超过啦。为着要对社会有一个交代吼，我坐喺遮陪你困。你足鲁的呢。哇！快点，甲你惊到！不，我嘛是叫你惊到，因为吼，你安尼看起来鼻毛嘴足水的，啊，头仔伫咧镜内底看到你那目睭、鼻仔、嘴拢歪一边。你嘛共款啦！
嘿，你真奇怪呢！我坐遐困，你推遐看；我歹只困，你来甲我吓惊。你到底想要安怎哈？无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来这是想要甲你解说一下，就讲我做一个决定，免成让你，我来处理涂骹裤，好，请。我厝好啊，我困涂骹，吼，袂甲你吵。嘿嘿嘿。你要甲我气死哦！啊，毋是讲好啊，你困涂骹，我困遮。你搁走来我边啊？这个有啥理由？无，完全无理由。我只是想要甲你拜托，你嘛知影我自做囡仔，我就足孤僻，我兼无胆。我目睭一个客客吼，我心内就想，边仔毋知有迄个蜘蛛甲野工伫遐扫来扫去无？我鸡母皮吼，安尼穿起甲头发皮，我根本无落困啦。我困求你，我袂甲你吵，我求一角，一角就好。你。怀孕的事，互我感觉世事无常。本来好好一个人，平庸花插就走。阿爹，我到即摆阁无法度相信怀孕已经入过事实。是啊，真正是世事无常。人讲生死是天注定，这句话真正是拢无对。想着过去，咱一家伙仔遭受啥物济苦难。阿爹，你嘛去鬼门关走一遭。好佳哉是人工做医术高明，即摆小人才有机会当甲你讲话。我嘛同款，我伫将军府受尽折磨。好佳哉是人工做，甲清风兄、万里兄，因伫鼓励我，伫精神上支持我才有这个意志力当活落去，而且当坐伫遮甲你讲话。这一切拢是天公伯可怜咱，互咱拄到亲像林公主这款的贵人，咱一家伙仔才会免分开。阿爹，这就是咱上大的福气。是啊，算起哦，咱真正是真好运啊！拄到遮尔一个劫难，好佳哉拢有拄到贵人，互咱会用逢凶化吉，转危为难。天公伯啊，对咱真正是真照顾。只是真可惜，若是安尼会当伫咱的身躯边，咱一家伙仔就当团圆。其实阿姆的心情我会当体会，真正阿娘拄仔过身的时阵，我嘛是痛苦到无法度承受。无讲原因，是阿姆辛辛苦苦怀胎15个月生落来查某囝，竟然伫以后之间，就安尼惨死。这叫阿姆是安怎接受？唉，因何家真要单纯，为了后生天生，煞因为贪慕荣华富贵，甲伊断绝母仔囝的关系。伊安尼无法度伫伊的身躯边照顾伊、友好伊，伊个查某囝煞搁安尼来惨死，伊毋该爱忍受丧亲之痛。又搁无依无我，看到实在互人皮头酸。是，哎，秀莲，天公万里，恁来啊？好啊，万里兄。阮公司哦，叫我两个来阮斗相共。安尼啊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对啦，青兄、万里兄，我伫药店看到这张图，毋知影是。秀莲姑娘，先收起来，拜托你收起来啦。歹势，我晓代志，我先告辞。万里，你歹势啊！万里，万里，恁两个哪安尼？红颜手高旁，小无行，孤单窗。
爷，袂安尼啦。啥白白死人？怪英的命运就爱这么坎坷。千里，这是怪英的天命，咱无法度啦。啥讲无法度？都看咱要斗相共无啊？顶个秀莲甲阿二嫂的代志，咱走去地府补干呢，所有众神拢知影。好啦，就算咱搁去地府，阎罗王袂插咱啦。顶摆迄件代志，咱甲补干呢，有什么代志？嘛无什么代志啊。虽然有娘会甲咱打，也毋过阿二嫂救倒来。秀莲甲阿二嫂，一个团圆爱毋介好。是安那秀莲会当救，怪英就袂当救。秀莲无辜，怪英嘛是无辜的啊。好啦，兄弟啊，我看你安尼，我真感动嘛，真艰苦，也毋过这步真正袂用的啦。好啊，假使讲这步袂用，还有别步啊。招魂。千里啊，你是咧讲啥？用法术来招魂？若是叫天庭知影，咱就无法度做神仙啊呢。神仙，假使讲无得这世救人神仙，我干嘛不爱做？无要紧，做兄弟我袂拖累你的，这件代志我该来处理。你甲我转来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你无爱拖累我，你一个人敢有才调？咱做兄弟这么久啊，做啥物代志，拢是共同去做的。要生斗阵生，要死斗阵死，这个代志算我一份啊！你可能无法度做神仙咯。做神仙要做啥？做你兄弟就好啊。多谢。奇怪呢，哎，何公主叫我来监视雪姬夫人，啊，我是要注意啥？我哪会知？靠！梦啊，这么济，叫我徛南遮。因阵啊，一个雪姬夫人吼，我头壳个疼啊要死啊！即摆搁来一个何公主，我哪会这么衰？伊叫我徛南遮顾，啊，我真正徛南遮顾，我微胖敢有遮顾？坐咧看。还是这个较舒适。这么大声是要安怎看？就是要跟地死。死若真正甲你有关系，我何天星绝对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何天星是真好灵王转世，若是互伊知影，原因就是我害死。伊真好灵王粗残的故事，绝对袂放我煞。我也是去何家，看伊有啥物动静，安尼较妥当。美芳，美芳，美芳，
想讲吼，你毋知有啥物代志需要甲你思考啊，所以吼，我就一人遐等啊。3更半暝唔肯困，坐遮等我。嘿啊，因为普通时吼，夫人对待米芳那一家伙仔的啦，所以米芳啊想要好好思考你。我看你心肝内一定有鬼。你是安怎甲我缀调调？是毋是有人叫你甲我监视？哪有啦？这哪有可能？米芳哪有迄个才调？无你缀我要创啥？哦，迄吼，即摆一定遮尔晚啦！啊，我惊夫人吼你处理危险，米芳甲你保护。唔免你保护。你即马就去我的房间困，无我的命令，袂当出来。去你房间困？我的话，你敢唔听？我唔敢啦，我是有点仔忝，想要困，啊，毋过唔紧去。哦。想要叫人监视我？哼，何天星，你当作我是啥物人？我来困啊吼。奇怪呢，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，叫我入来困？莫想遐济啊啦！啊无明仔载起来吼，互人喊来喊去，啊做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嘛无人甲我讲多谢。来困。棉被遮尔悬，的确有人呢。无可能啊！啊夫人打出去尔，将军也无伫将军府，哪有可能有人啊？遮尔大声，真正有人呢！是谁啊？真正是人，到底是谁？我看一下。是这种人啦，汉将军吼无伫府内底，和空空大师做出这种代志，袂当，我要问个清楚。空空大师，你起来讲清楚啦！空空大师，起来讲清楚啦！啊，莫阁乱啦！起来讲清楚啊，空空大师！甲你的准，安尼咕噜咕噜。我刚刚听了。你甲我讲清楚，你是安怎走来甲我困做伙？红颜想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窗伊我。你甲我讲清楚，你是安怎走来甲我困做伙？安尼传一个我拜是要安怎做人？我和你困做伙，
你无想要我。我若是讲吼，家己走来甲你困的，我毋是人。是你半暝无来无去走来甲我困做伙呢。一想就是你，我搁较活袂落去。我一生的清白拢互你糟蹋了啊！你怎你讲我？莫生气啦，哎呦，迄副家捌讲过哦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实则是空，空则是实。只要你莫见到别人对你的眼光，心术才好正，一切就无看界。哎，你个头啦！管你有啊无？我甲你警告，今仔英暗迄代志哦，绝对袂当讲出去。我甲你讲哦，任何代志我毋但袂讲出，全天下间所有查甫人，若捌甲你困过，打死伊嘛毋敢讲出去。有影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我只要要选出去，啊，你美好，莫互看到哦。互看到含讲出的意思是同款的，知无？我咪甲你讲莫搞对啊！我毋是要对，我忽然间感觉安尼腹肚更加疼，我要来去便所。我不爱插你，甲我忍嘞！忍袂掉啊！忍袂掉，夹掉啊！有啦，我已经夹掉啊，若无拼出来啦。我不爱插你啦！大口袋，三更半暝唔困，你两个伫阮大姐的房间内底创啥？讲啊！哎呀，唔是我要来喊你困哦，是夫人叫我来喊你困。哦，想的。你讲我用尽办法是要甲你诱拐，啊你拢不爱插我。哦，原来你的眼光遮尔啊凊彩哦。啊哪讲我拢是你的两倍大，你甲我较尊重的哦。我有够惊的啦！哎，我实在拢受无呢。讲相貌，我有相貌；论身材，我有身材。我到底是叨一点输你啊？哦，原来你无爱食排骨酥，你爱食卡扣吧？无屁！啊，这什么味？哪会遮尔臭？哦，无彩伊夹遮久，拢拼出来啊！臭面孔的啦！啥？万英会当我倒转来？千万万你！哎呦，夫人，夫人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一定爱救万英倒来！天星一个年来已经害我足操心啊！我敢若找万英介绍去啊！可是万英若真正死，我着活拢一点仔意义拢无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！夫人，你放心啦，阮既然来，就是要来甲你斗相共的啊！啊，现在用什么方法，伊才会当我倒转来？这个代志无困难，只要亲人召唤，就我到有死者复生。安尼就会用的吗？我知影你这马真歹相信，因为真侪人失去亲人，不管伊哪能呼唤，伊的亲人赶快无法度活转来，对无？迄是因为功力无够，而且无够人相助。只要有够人相助，就会当把这个声音传到游冥界，就会当逆转轮回。高人，啊，恁的意思是？无毋对，阮兄弟也会当甲你斗相共。拜托你，拜托。做良心，阮两个一定会尽力，甲外英分别，甲叫倒转来。
咱当时开始。你免紧张啦，咱主时开当开始，因为迄当阵是日时甲暗时交接时刻，嘛是引起上旺的时阵。迄当阵我兄弟也做法，我用倒我倒来。要将月英的魂魄叫转来，若是月英活倒转来，将我害死伊的代志，甲胡天生讲，我毋是死路一条。天打不锁，小心火箭。主持到啊，来，咱开始啊！一切拜托你啦。夫人，但是不管你听到什么声，看到什么影，千万唔通惊，而且嘛袂当有任何的动作，也若无，你就惊你原因的分别，还伊唔敢转来，请。来，红车天，红车天，红车总为什么来帮？我要魂魄归心归。你紧转来，月英，月英，阿娘在叫你，你紧转来。系啊，陈丽甲顺风为着要救月英，竟然冒犯天条。月英，阿娘在叫你，你紧转来。小刚，小曼丽，来看嘛，看嘛。哦。月英，你超过呀！真是的，月英，我能真是的。月英，月英。哎，超贵，那叫袂精神啊！你免紧张，稍等一下。感觉怪怪，来问公主啦。娘娘，我知阮做唔对代志啊，是要来甲娘娘请罪。娘娘，我不应该甲你做主，甲月英分配甲引导倒来。因我虽然救倒来啊，不过伊即马人煞死还去。娘娘拜托你爱救月英啊！拜托你救月英啊！对啦，娘娘，阮知影你常常甲阮讲免逆转轮回，也毋过只要会当甲月英的性命救回来，就算阮两兄弟去用压倒去天庭治罪，我嘛心甘情愿啊。无，娘娘，这件代志是我家己做主意，你别当怪顺风，要怪我。无啦，我无阻止千里，我嘛有唔对，爱怪我啦。娘娘，我知你即马做生气的，也毋过真无简单，较甲月英啊分别甲引导来，求你，才会当互伊精神。娘娘，我拜托你，你来救月英啊！我拜托。是啦，娘娘，拜托，拜托娘娘，你拢免讲啊。你过来看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粒魂瓣，月英，就是去用做法收伫这内底。伊即马甲我剩一分一票，所以才会剩淡薄亏死。其他的分票已经拢失散了。别搞的，娘娘，那安尼是要安怎甲伊分别找倒来？
离婚办已经破碎，我英的婚票魂飞烟灭，这就是讲，伊一直魂灭不清，永远袂搁再精神啊！是我害管英啊！是我害死管英啊！管英啊！怀英，你紧精神好无？安尼就烦恼的，你知影无？怀英。阿娘，阿娘，你倒来创啥？我无你这款无情无义的后生，你赶出去！我无想要看到你。阿娘。阿娘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咱何家的祖先，对不起月英，对不起秀莲，我对不起所有人。我嘛知我无应该出现在你的面头前，也不过阿娘，我是月英的阿兄，我甲月英自细汉感情就这么好，我拜托阿娘，我见月英最后一面好无？有啥物通我看？你讲你甲月英的感情真好，你知影你甲害我有偌凄惨无？若不是伊福大命大，伊早就无命。阿娘，你讲这句话是啥意思？你讲月英福大命大，这是啥意思？是千方万里做的，甲救倒转来。伊即摆已经会喘气了。阿娘，你讲的真实嘞？千方万里做法，把月英救了转来，月英真的喘气啊！阿娘，那你我拜托你，月英进来对，我想要见伊，好无？我拜托你啦。早哪知影安尼？何必当初？你将你小妹害我这么凄惨，即摆才来后悔。假使你想讲要互你家己的良心较好过，伊人就倒伫遐，你家己去家己回心嘞。阿娘，多谢你。是阿爷唔好，阿爷无应该甲你等呢，做阿爷走。啊，若无你就袂当着歹人来陷害你。好在你福大命大，你会当救我回来。啊，若无阿爷绝对无法度原谅我家己的。阿爷。请你原谅阿爷好无？奇怪，哪会安尼？月英竟然剩一分一片。若像阿娘知影月英永远无法度精神，那呢阿娘是要安怎承受的？月英，为着你，为着阿娘，阿兄会想尽办法，就准讲不得手段。阿爷嘛要互你的三魂七魄重新倒转来你的身体，互你完完全全活倒来。你放心，阿爷一定会救你的。多谢你互我见我去，是讲阿娘你莫当放心。月英既然已经活转来啊，就代表讲月英一定会当平安无代志，一定会好起来。
希望是安尼。两个拢起来，这件代志，我真是无法度斗相共。娘娘，虽然你无爱娶我两个，也毋过我无多原谅我家己。娘娘，拢是阮做代志看情无看哦，甲外英害甲遮尔啊凄惨，即摆佫连累着你，阮知影你自卑，无要甲阮责备，也毋过，阮无法度原谅阮家己啊，阮一定爱受到处罚的啦。陈丽，师傅，无论你受什么处罚，拢无法度改变事实。我永嘛无可能搁活脱头。娘娘，我能辜负你的期望，一直对你的身躯边，若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等到甲你带来困扰。何公主，你有啥物吩咐？小娇，手机，这张是阮小妹的生辰八字。百州城内面的人去找看卖，看是毋是有甲阮小妹的生辰八字同款的。若是有，赶紧向我汇报。何公主，你要找生辰八字同款的，要创啥？你去找就去找，你问我做要创啥？是。查到了。何公主，阮照李鸿文的八字，规百州城的人拢找透透啊，总算找到一个人，迄个人的八字，甲你要找的完全同款呢。好，住伫对。伊住伫秀水村，伊叫做江秀莲。秀莲。甲外英生辰三合八字同款的人，是安怎是你？是安怎要救外英？就一定要牺牲你的性命。阿二师，有啥物人当证明秀莲巴肚内囡仔是我的？无的确是秀莲踮伫外口，甲其他的查甫人。不准你侮辱秀莲！出去！你甲我听清楚，我时阵要甲你除掉足简单的代志。天星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讲啊！妈祖。妈祖启示录，无为任何代价，无为任何回报，去付出的爱心，就会当得到更较真、更较善、更较水的境界。红红像花丛边浸看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梦
箍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汗无通，歌声咧酒咧暗，看阮母裤飘往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行孤单窗，伊外点无雨花听风讲。红颜像花丛，天深看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红颜像